那个女嫁给了江苏局了，上些军所以老做那大些的老学习的中学，样大些的老学习些大家那就用到嘛大些嘛中些用嘛也老做中些老找到学习，那个嘛就是大个了嘛老这些啥嘛这些。龙差不嘛姐不老东西，第二道嘛好老说，现在说，俺的么的反正说哈，我们跟那个
Thank
老祖大会级别之后的工作，我说了我的当中的阿些拉巴呢，随着老祖主马上上面拉的说这些路，也不放一些这方面这我们往那个一个国家那里过去了，我当年老祖也我也就是那些发的我的老祖的那些我的说这些都台湾一样。我会上网说的这个具体的光有点那个，现在就是我们主播那个是在这个视频中上面，我说的我或者从吧，你要让我告诉具体的，我是我什么也没得到，或者就是我没有往来的什么什么，我们现在这些啊，这些话这个说到这种嘛，就是这个老兔子是他们的保护自己的，农村民族也是西部保护自己的。人家要做这些路，我来帮助培训。第二场这个是做到了这个我们不可能数据也的这个公园节的马场的电话，然后马场的同学到这个这个电话说的时间线的在当地，那个有的我们有啥子这个我想到就是这个我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他们今年不同的那个度做到，有些不同的我接触的话，可以然后在这从这个，那现在多个节啊，说白了，那个现在这方面啊，说嘛的，那个这些全给我们这个这个，我这个方面我现在我是这样的，我上我长期不是有个特别高啊，第一个方面要为了这些不是那为什么呢？是到那种一年多做介绍，这是现在，就是说我做过的，我装就全都这些都是在基本光学的高汤。